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南区议会理事长林士杰，伫个徛过门骹口轰开11枪死亡。法医鉴定了后，讲致命伤是其中有5枪拍捅过这个胸坎。讲无排除这枪手已经逃走出境，深受强犯是另外一个追查的重点。同工要载林士杰出门的驾驶，伫个车顶看到整个过程，伊甲警方讲，当时伊是惊甲袂赴来反应。这位驾驶到底是单纯的目击者，也则是另外有隐情？警方讲袂冤枉可能，但是嘛无排除任何的可能。昨下晡，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士杰进行解剖，有新的查囝林依婷腹肚放红线，强忍鼻涕，安大姨早就已经哭甲袂讲话流母，经过将近4点钟了后，遭枪击共11枪。初步研判，其中5枪贯穿死者胸腔。枪手伫8秒钟内连续开11枪，就是要拍死林士杰。关案了后，伊放回小车，搁换衫，连续换2台车，手法周全。听讲伊一路往南逃走，滨东港口的海巡嘛严加查缉，更加怀疑讲伊已经潜逃出境。这个虽然说魔高一尺，但我们道高也一丈，会去做他的行动上面的一些行为的辨识，确实就是有在做一些排除。案发当天。林士杰准备出门爬山，先将高人啊放伫门卡口。载伊出门的驾驶当时等咧北区，将嫌犯开枪的过程看甲是清清楚楚。一直等到林士杰人拢倒伫涂骹，伊才紧急报警。虽然驾驶讲伊是惊一个袂赴反应，也毋过就当时的画面来看，车辆退后了后，敢若是互枪手更较好挖紧林士杰。而且，敢若是卡苗去挡着对面街路的视线，想要逃走也困难。是单纯看到枪手犯案，也是看涉在内的。不会排除任何可能。那目前这个部分，因为我们还在调查中，未审先判是不对的。全台湾拢正关心的重大社会案件，今日检警当咧继续挽归求田，都是希望会当量查查出真相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